泰国电视剧中家族剧和虐恋剧尤为突出，但在各种题材中，泰国喜剧、电视剧一样有着一定的位置，在搞笑的同时结合其他元素，更是泰剧的拿手戏。你看过的泰国喜剧电视剧有哪些？觉得哪部搞笑又好看的泰剧最值得看呢？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泰国最经典10大喜剧排行榜。一鬼医生，鬼医生凭其别出心裁的人物情节和不落俗套的故事立意，更获得2006年亚洲电视大赏的最佳喜剧奖。该剧围绕主人公布恩迪和他的朋友以及在他们身边出没的各种鬼魂，每集讲述一个诙谐搞笑的人鬼纷争小故事。二婆媳之争，婆媳之争是泰国家庭情景喜剧，由莫查诺、辛彩萍、偏杰迪帕迪拉彭帕、辛扎伊本班尼、艾琳尤格达塔主演。该剧于2016年10月5日在泰国播出。三九巷一弄，九巷一弄是泰国家庭情景剧，由拼塔安阿孔萨尼 Tan Saxid Tantong Kids Kong Kanekton Ploy Fatkarim 扎农散顶藤谷等主演，主要讲述了男主 Chatson 一家人的搞笑日常。男主角在青春期心动了他和他到底会选择谁的故事。该剧于2016年10月4日正式播出。四丘比特的眼泪，曾出现在有名的爱情电影《曼谷轻轨恋曲》中的丘比特的眼泪被 GTH 选中拍成真正的电视剧。该电视剧于2015年3月21日起每周6晚10点鬼笑网友播完后，在泰国 GMM1 和 GMM25 播出。五夏日菊花茶，夏日菊花茶由 Of Ponsek Kansam Tanitat 瑞塔彭安主演，于2016年7月24日每周日晚20:00泰国时间在泰国 One 31台播出，主要讲述了3个大学时代的好友重逢之后的各种搞笑故事。六雇佣奶爸，雇佣奶爸是由索纳拉姆泰皮塔克与苏瓦农孔英主演的爱情轻喜剧。两人初见是 Nam 开车差点撞了 Cop 和儿子穆勇，两人相互印象很差。Cop 因为儿子的行为有性别偏差，太像女孩了，决定给儿子请一个男保姆。Nam 从国外回来，因为学的是儿童教育专业，想在老爸的出版社开一个新杂志，关于孩子和爸爸的。老爸对项目很感兴趣，但是对 Nam 不信任，不同意出版。七，我要成为超级巨星。我要成为超级巨星是由莫库执导，普提查克瑟星、阿瑞根达马哈勒沙空、谢塔彭平彭、威利提帕帕迪布拉颂主演的泰国电视剧。该剧讲述了梦想成为明星的菜鸟替身演员 Wanu N 与超级巨星 Wimpakon 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发生的各种故事。该剧于2015年8月3日播出，每周一、周二在泰国 GMM Grammy 电视台播出。2016年引进中国，7月31日起由江苏影视频道每晚22点播出。八，情牵一线。情牵一线是根据泰国小说改编，由 M. Mark Kim Peter 领衔主演的泰国电视剧，讲述 Watsai 一个漂亮、拥有光明前程的女人，她通过在线交谈和核心雇佣的性感的年轻人 Pranem Mark Prin 饰演约会，而另一个人 Pri Prao 试图盗窃她的在线身份的时候，一切开始乱了。Kim 饰演 Pri Prao 为新加入的角色，一个坏脾气但是做事毫不隐藏女孩。九，爱之花语。爱之花语是2005年由 Nam 和 Jennie 出演的一部轻松搞笑的爱情喜剧片。Nam 卖花公司小开， Nam 和 Jennie 小时候就认识，长大后两人重遇， Jennie 没有认出 Nam 来。Nam 从小就喜欢 Jennie， 于是乔装成卖花小子，在 Jennie 公司楼下动了个卖花摊，经常送花给 Jennie， 乘机与她接触，两人的公司有业务往来。Nam 需要以老板的身份和 Jennie 接触，怕被识破身份， Nam 总是往脸上涂东东。两人的妈妈撮合 Nam 和 Jennie，Jennie 的爸爸则极力撮合大 Nam 和 Jennie。Nam 努力的去获得爱情期间发生很多趣事。十，李村长与马小姐。李村长与马小姐是由 Namkrit Sukramonkho 执导，Posler Sodi 和赖拉邦雅舒等主演的爱情喜剧。该剧讲述从小生活在曼谷的模特 Melanie 在李村长的帮助下渐渐喜欢上乡村生活的故事。该剧为2009年泰国3台收视冠军，并获得了 Star Entertainment Awards 2009最佳剧本奖及泰国特别贡献奖。